點解人哋總係賺得多過我？個個今日都賺錢，咁易睇，點解我又蝕錢？人哋啱啱好入到，點解我又入唔到？俾人打走咗止蝕，點解人哋又冇事？呢啲種種念頭都係來自比較深，正正係好多人喺交易路上最大嘅障礙。今集我哋嚟拆解下，點解9成 trader 比較心咁重，對交易表現又有咩實際影響？最重要係點樣可以從呢個比較之軌解脫？好多時人太着重成敗得失，一旦將成敗睇得太重，就好容易將自我價值綁喺結果上。贏咗我好勁，輸咗我好差，於是你自然會開始拎自己同人哋比較，因為別人嘅結果變成你評估自己嘅參考線。比較一開始，成敗嘅重量就更重咗，因為輸俾別人等於雙重打擊。我冇成功加我比人差，結果就形成惡性循環。越在意成敗就越容易比較，越比較就越放大成敗嘅意義，最尾就會更在意成敗。而呢種想法嘅根源，其實好多時係由細到大文化同生活環境嘅影響。由細到大，老師、社會、家長不斷明示暗推，灌輸我哋贏先有價值，輸就係失敗。測驗考試要愈高分愈好，仿佛咩都要比別人多，要高要快先叫有成就。呢啲點點滴滴到大個咗，就變成要揾錢揾多啲，快啲升職加薪，中意同同齡人比較，好多嘢都變成單單用數字去判定個人嘅成敗。呢啲價值觀默默地帶入交易，就變成要贏更多先至代表自己比其他人更成功，而唔係回歸交易本質。以正確嘅決策流程作為判斷指標，即係 one good trade，成敗論英雄。長遠嚟講，的確冇錯，但好多時人總會被短期結單蒙蔽，導致情緒不穩，反而因為想比其他人好，最後令自己表現無法如 backtest 咁出色，越要追求勝利，反而跌入不能勝利嘅深淵。所以其實呢種比較心魔，由細到大開始，不知不覺間就變成交易最大嘅障礙。知道咗源頭之後，點樣先可以解脫咧？其實比較心魔唔係改唔到，關鍵係改變思維。我哋一齊睇3個潛在嘅解決方法。第一個，專注自己，獨自升級。喺交易初期，當你對自己嘅系統仲未建立起堅實信心嘅時候，根本無需急住到處徵求他人意見。真正成熟嘅交易者思維，往往同大眾對交易賭博嘅認知大相徑庭。就算對方喺 trader 都好，大家所用嘅語言系統對圖表嘅閱讀都各有不同，交流有時未必真係有需要。而對初初冇乜信心嘅人嚟講，倒不如自己喺圖表揾答案，反而會嚟得踏實得多。左邊聽一個人講，右邊問另一個專家意見，只會令自己分心不下，到頭來唔單止執行唔到系統，甚至連對整個交易生涯嘅信心徹底崩潰。與其咁樣，不如將所有精力轉向圖表，轉向市場。只有市場本身先至真正平息到你內心嘅魔障，也只有你親自投入時間，一步一腳印喺市場中磨練出嚟嘅經驗，先會帶來踏實嘅信念。呢種從實戰長出嚟嘅信心，先至係別人隨便俾嘅意見永遠比唔上嘅東西。第二點，認知到其實你同其他人根本無法比較，每個人嘅處境、生活、夢想、追求嘅嘢都唔同，唔使刻意同人比較。人哋賺幾多，你又唔知佢哋本金幾大。就算計 percentage 都好，你喺市場嘅參與程度又唔同，對獲利嘅準則同目標又唔同，根本上同人比較係冇意思嘅事。如果真係要試下比較，不妨從有利自己嘅角度出發，令自己開心啲、感恩啲。其實呢個世界好多生活比你窮困或者從來冇機會接觸到交易嘅人，你已經好幸福。有一個地方可以俾你進步、檢視、修正，隨時隨地都可以練習嘅技能，實在令人感動。我哋難道仲可以不知足嗎？而且交易成功嘅風險回報比起好多傳統行業，實在係一條好值得追尋嘅夢。當你放下比較，先有空間真正去成長。第三點，放大格局，一切比較都會變得虛無。呢個層面可能聽落有啲九唔搭八，但我覺得係終極一注，
就係喺大自然、世界甚至宇宙底下呢啲咁微不足道嘅贏贏輸輸，實在連講起都覺得尷尬。個人嘅成敗得失根本不足掛齒。再放大啲睇人生時間軸，每個人接觸交易、成長甚至致富嘅時間都唔同。有人20歲就入市，有人40歲先開始，有人用10年建立系統，有人用3年就小有成績，有人一開始就輸到懷疑人生，有人一開始就順風順水。你同人比贏輸，其實係比緊唔同起點、唔同速度、唔同人生階段嘅賽跑，根本冇得比。世界、人生其實都有好多值得欣賞嘅嘢，唔一定只有金錢，賺賺蝕蝕，你勁啲，佢渣啲，佢快啲，你又慢啲咁。當你放下手上嘅屏幕，離開電腦桌，落街行下，其實身邊嘅人同事都可以好美麗，好多日常小事原來都好有溫度，好值得停低嚟感受。不妨當你再次崩潰、情緒上頭嗰陣，試下望下窗外街邊嘅人，諗下身邊嘅家人、伴侶，或者好多嘢都可以暫時放低，唔需要，亦都無謂困擾你一整天嘅情緒。總結翻3個方法，幫你降服比較之鬼。第一，比較深源於自信不足，唯有獨自升級。第二，認知你同其他人根本無法比較。第三，放大格局，一切比較都係虛無，放下比較，先有空間真正去成長。最後歡迎留言，講下你想聽嘅嘢，我會認真睇晒，一齊成長。like 加訂閱加按鐘仔，唔想錯過任何一集航魔內容。我哋係交易心魔，同你一齊踏上專業 trader 之路，一步一步，唔使再被心魔操控。下集見，交易加油！